大家好，我係阮心陽，係立體農業地緣政治經濟學院嘅主持人。我哋而家現場報道呢，而家係2014年嘅12月8號，我哋喺呢個金鐘嘅佔領現場。咁你發覺呢，香港政府已經喺新聞報道度講咗，會喺2-3日內採取行動，係清除佔中行動嘅所有帳幕啦，同埋人士。咁呢度有可能係最後的晚餐㗎啦。咁現場咧，你睇到幾千幾萬人喺度。咁各路人馬、各路階層、草根階層，可能富裕階層，但係佢哋所訴求嘅所謂民主嘅訴求，究竟係美式民主、英式民主，定係所謂國際標準民主，定係佢哋自己民主呢？係冇人知道嘅。咁點都好啦，過往2個幾月嚟帶俾香港嘅動盪，帶俾我哋香港人嘅衝擊實在太大，搞到大家係好唔開心，大家朋友都反面，親戚都反面，舊同學都反面，咁就希望以後唔好再有呢啲咁嘅情況發生啦。我哋大家香港人要記住獅子山下嘅精神，共同努力。過往我哋好辛苦捱出嚟嘅香港，唔好因為所謂政治嘅成見、政治嘅意見，大家搞到一家人都打起交上嚟。最大得益嘅一定唔係我哋。最大得益嘅係西方搞政治陰謀嘅人，呢啲係咩人？就係同你洗腦嘅人啦。如果你當你哋接受荷里活式嘅電影文化，當你接受迪士尼嘅價值文化，當你接受快餐文化，你就好容易俾人洗腦。所謂唔同價值觀，就令到你有唔同嘅身軀去做唔同嘅嘢。而家下邊好多位人士揸住個咪表達佢哋唔同嘅意見，你都可以表達你哋唔同嘅意見。歡迎你哋收睇立體農業地緣政治經濟學院電視台製作一系列關於地緣政治、地緣經濟一系列嘅報導，包括歡迎你投稿投函俾意見我哋。我係節目主持人阮心陽先生，多謝各位。OK。